各位香港同胞，大家好，我係清遠置業顧問小張。今日帶大家睇嘅係廣州後花園清遠嘅明星盤雅居南灣，呢度同香港同聲同氣，飲茶講粵語完全冇隔膜。更重要係58萬總價，首期9萬，月供2000蚊，即擁1000尺大4房，即刻同大家 VR 全景睇樓。呢個就係戶型圖啦，房間係有4個嘅，洗手間3個，雙主套，一個廚房，南北通透雙陽台。睇完戶型圖，我哋繼續睇房，先睇下呢個房嘅大門位置，旁邊可以做一個鞋櫃，大門側邊就是廚房。而家我哋打開指紋大門，成間屋最震撼係呢個335尺南北對流廳加飯堂、6人餐台加3座位沙發加65寸電視牆，完全冇壓力。香港朋友最關心返港距離，其實呢組數字，小區15分鐘直踩回港大巴站，35分鐘直達清遠高鐵站陰清城軌青城站。南向37尺陽台望花園，洗衣機位同晾衫區已經預留，小區經散站、許鑫高速2個鐘輕鬆往返珠三角。業主陳生就喺香港返工，每周1程車返香港總公司，話方便過新界去港島。廚房54尺 L 型設計，品牌櫥櫃連消毒碗櫃交樓標準，明火廚房夠2位師奶並肩下廚，有明窗，採光通風冇問題，煮餸唔使擔心油煙。北向72尺大陽台睇到冇，擺到 BBQ 爐加洗衣櫃都得。樓下就係小區嘅花園，小區有超36%化率的園林小區，鳥語花香且樓距寬闊，特別適合想遠離喧囂的港人家庭。呢套房真係完完全全冇住過人家，業主交樓之後就係咁。呢個客人洗手間48尺，一共有3個洗手間，有明窗視蹲廁。如果不喜歡蹲廁，可以改翻坐廁，做咗一個乾濕分離，有鏡櫃洗手池。我哋先睇下第一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可以做一個兒童房。重點嚟啦，雙套房設計加4間全飄窗房，全屋精裝醒翻幾十萬。109尺兒童房擺完1.5米床加書台，仲有位放帳篷同玩具車。香港細路困咗200尺屋企，呢度嘅小朋友每日落樓就有體育館同萬達廣場。我哋睇下第二個房間，第二個房間可以做一個90尺多功能房，可能會改造2胎家庭可加榻榻米變兒童房。居家辦公族推薦定製整牆書櫃加升降書桌，贈送的飄窗譜上軟墊，就是你的陽光閱讀角。話明後花園度假點笑得15分鐘到飛來湖濕地公園吸氧，10分鐘直踩太和古洞道教勝地。想刺激著名嘅筆架山同古龍峽漂流踩油就到，週末帶孫仔去農莊捉走地雞，仲平過深圳一半㗎。雙套房設計，第一個套間係140尺老人房加42尺獨衛，長者起夜唔使出廳，落樓行2步就係戲肉，樓下商鋪開滿茶餐廳、超市、藥房，省府有保健院，行路8分鐘，三甲中醫院、人民醫院車程5分鐘，零售廣場同萬達就係隔壁街。朝早仲可以去樂園街市買新鮮清遠雞、北江魚。呢口價真係蝕讓價，業主急售空置即交吉，首期9萬等於香港車位首付，月供2000蚊，平過租深水埗房。
223尺主人套房啱型走入式衣櫃位已預留，48尺名次乾濕分離。關鍵提示：所有飄窗唔計產權面積，即白賺幾十尺。走入式衣櫃位已預留主人套房，可容納1.8米大床加4門衣櫃加梳妝台，仲有走道位，計俾你睇。1366尺乘以4500單價等於614萬，錯，而家58萬成交，尺價僅425蚊。聽朝10點前約睇樓，送你清遠雞券體驗農家樂。記住3大獨家優勢：粵語生活圈零適應，加香港3小時生活圈，加4房雙套稀缺戶型，首3名簽約送高鐵站接送服務。有1萬公里，1噸行李，我們不放棄，前進需要勇氣，一直往前飛。最重要開心就好，忘記煩惱，宇宙很大，人飛翔，滿載歡樂揮航，闖一闖，讓我們闖一闖。